各位兄弟平安。因为咱要配合迄个转播啦吼，啊，可能大家伫遐坐歹势，啊，毋过等下遮拢你大音乐袂要紧，细声吼。咱50吼，有点我想要录影开始安尼，咱50配合。咱今日有2项吼，第一项就是讲咱甲迄个大红纸拢掠起来啊。啊，你若感觉讲啊，我甲人坐伤我会惊，你就茫坐伤我，互恁自由就对啦吼。第二是咱即个录影设备已经无啊。所以咱拢会当公开坐，因咱这录影甲放伫咧迄个壁顶啊吼。第三是咱今仔日吼有要举行和会，要选举，啊所以话咱平时若讲坐较壁角啦、较远的吼，尽量拢坐对中来，啊咱要分票互你较方便，要收嘛较方便，啊节省咱的时间吼，咱愈集中。投票、收票较紧嘛，吼，啊时间就较自由，吼，时间较紧完成，吼，嘿，啊大家若较惊冷的，咱就莫去找冷气空遐，吼，啊咱搁6、7分钟，哈，就要来开始哦，吼，大家尽量，咱今日因为咱若分票、收票哦较方便，若会当会员坐第一即头较上好啦，吼，头前嘛会使坐，吼，头前嘛会使坐哦，大家招呼。大家做伙来坐头前安尼哈，好，感谢主。这个平安，感谢上帝伫咱真久的疫情中间吼，咱今仔日是咱第一遍的大聚会。
心摆咧祈祷伫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领谢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应许，互咱会当过来伊的面前。主的话，同咱讲，这个时要到，就是现今真实的敬拜，要用。咱要用真实来敬拜上帝，因为咱的爸是听这个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所以敬拜伊的人得用真实来敬拜伊。咱来到上帝面前，要孝念上帝恩典，所以咱要用敬拜甲服侍来归于咱至权的主。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咱来吟何等恩典，献上咱的感谢甲乐乐。真实的心，放乎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互我看见。愿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用真实的心，用真实的心，放乎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互我看见，愿感恩。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日看顾我，何等恩典，你保护为我好，何等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对我冠冕。孝念主，以咱逐天的带领，伊的恩典是来教育咱用，所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唔敢学了，咱也要祈祷。所以这时咱要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咱用感谢来入上帝的门，用上赞来入伊的院。所以咱要学了伊，要上赞主的名。第二点，咱也要用认罪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应允讲，来到主面前的人，伊要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像是咱也要为着台湾的疫情，这个减缓吼，咱献上感谢祈祷。所以这时邀请咱正兄弟姊妹来开声，献上咱的感谢甲祈祷。全能的爸上帝，阮要学了你无煞，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想事万人好米，也管理这个宇宙的上帝。相信你也充满慈悲甲信心的上帝，阮感谢你，使阮有灵来认捌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带来这个世界有平安、有喜乐甲盼望。阮也感谢你的救赎，互阮的罪当得到赦免，来甲你有好好的关系。恳求你来启示阮，阮在阮家己的过错，互阮的心事所讲、所行的，拢会当互主欢喜。特别主，阮感谢你来拯救台湾，会当对疫情中来恢复，甲侪侪国家来比，这是你特别对台湾这个岛屿所特别的看顾甲恩典。我们常常献上乐乐，我们凡事感谢主的恩典无煞，也阮所献上的感谢祈祷，拢到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二点，咱要为着福强教会已经45年，这45年来，咱领受上帝的恩典
甲祝福，像是咱来领受大使命，会当同心来起造咱的教会来献予上帝。第二点，咱要为着过去上帝所有备侪的牧者甲长执以及同工，因为因的服侍互教会有成长，来牧养主的羊群，咱为着因来献上感谢。第三，咱为着今仔日来长执的轮休改选，摆咧伫上帝面前来祈祷，恳求上帝亲自让感动启示来选出伊所有备的同工。请咱三个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过去来竞选，甲听大福强教会，为阮陪伴侪牧养的前辈甲牧者，领受大使命甲大改变，来起造充满主听要见证分享的教会。阮也经过两遍的建堂，有侪主的羊群拢得到牧养。特别今仔日，我要举行长执轮休的改选，由主的心意来充满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圣神来掌权，今仔日的礼拜甲聚会，会当顺利来选出主，要使用也甘心服侍的同工，愿同心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求上帝的灵会当掌权今仔日的盛会，互今仔要取他心无义的人会当得到帮助，也互我靠主。入到主的面前的人，会当得到主的拯救。第二，咱也恳求上帝使用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互咱今仔日的礼拜会当顺遂，真侪芳芳的祭来得到上帝的感纳。像是咱也为着合牧师来祈祷，求上帝灵启示合牧师来传讲对上帝来的真理，感动咱，也互咱有谦卑领受。三个分享见证，咱三个开声，为着今仔日的礼拜，为着牧者，为着同工来三个祈祷。万权能的主宰，阮所尊重阿乐的天父上帝，你爱阮常常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愿对阮心底所发出真实的心灵甲诚实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求你的智慧甲能力充满伫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身上，也互因有。谦卑的心来服侍，恳求圣神来启示，充满伫合牧师的心上，可以让传讲主真理的教示，相信帮助阮会当有欢喜领受的心来行出信仰的生活。阮专念将今仔日的敬拜摆在主的面前，恳求主来感纳阮所献上的阿乐甲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心的心，放乎你面前，为我心望，互我看见，永感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谦卑，可见阮的你看过。
兄弟姊妹起立，咱三个来学了主，伫咱到主的面前，是咧祈祷真侪主的圣殿，咱用喜乐的心来学了伊。咱到主的面前，咱就是欢笑。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石，一粒一粒想做遮多主的殿，事实心伫咱中间自由温柔，诚心话袂点到形字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石，一粒一粒想做遮多主的殿，主诚心伫咱中间自由温柔，诚心话袂点到伊啦，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伴照，咱就是教会，耶稣在荣耀的主，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伴照，咱就是教会，耶稣在荣耀的主。咱即时咱搭以下兄弟姊妹讲，咱就是祭司，咱就是教会。哦，搭边仔的兄弟姊妹讲，咱就是祭司，咱就是教会。咱三角招呼，哦，咱亲像祭司，亲像教会，会当互主欢喜。咱来去，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是活石，一粒一粒想做遮多主的殿，主诚心伫咱中间自由温柔，诚心话袂点到形皮啦。尊贵的祭司，圣洁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伴照，咱就是教会，耶稣在荣耀的主，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伴照，咱就是教会，耶稣在荣耀来宣告讲，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伴照，咱就是教会，耶稣在荣耀的主，所在的荣耀的主，耶稣在荣耀咱要宣告地讲，所在的荣耀的主。耶稣在荣耀的主。你是永恒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有着万民主宰，只有你。
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对你改变的好的，和散那对你万能的爱，永恒拢归你，只愿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延更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有着万民主宰，只有你圣洁公义。你在龙儿你归了，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天我的德，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散那对你改变的好的，和散那对你万能的爱，永恒拢归你，只愿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对你改变的好的，和散那对你万能的爱，永恒拢归你，只愿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和散那对你改变的好的，和散那对你万能的爱，永恒拢归你，只愿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永恒拢归你，只愿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撒拉吟圣诗，圣哉，圣哉，圣哉！现在，现在，现在，转眼我主宰，难留这把天下，我胸这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高台，安乐兄弟心，尊至关注台。现在，现在，现在，万姓龙年拜，本留他我尊严，红颜你我之间，千千万万天空，你的乐乐天尊，下感谢耶，万兄弟光武。现在，现在，现在，专体大主宰，把你的相应心，阿罗兄弟。
现在，现在，祝年高万岁来，安乐上卫星，公益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至圣的大主宰，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的上帝，你也是赏赐人类各项美好，供应各项无够业，拢充足，互阮人类通伫这个美丽世界来徛起。主，我要感谢你，我要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疫情慢慢会当消散的时，我今仔日伫遮组织，用着感恩的心，阁有感动的灵伫遮。我看见济济会友，拢组织阁倒转来到伫圣殿，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刻！我要用感恩的心献上感谢，也要伫你面前阿乐称赞你的大名。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举行临时会员合会，我们华语堂、台语堂集合在一起。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会众一起聚集，心中感动，心中感恩。主啊，让我们珍惜这个能在一起聚集、一起请安、一起鼓励代祷的时刻，因为这是神美好的恩典跟赏赐。愿神赐福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服事，无论唱诗歌、祷告、敬拜、分享你的话语，以及我们要进行的会员合会，都有神特别的保守，让我们今天因为大家努力、热情的参与，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那边用台语来做伙来读主的祈祷文。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我的人。无你从你日起，就叫阮脱离你的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感谢主，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2堂礼拜国台语都合在一起也是大概是从这个主日我们政府的一个限制规定就慢慢解除了所以呢，我们鼓励呢弟兄姐妹呢，等一下我们要举行会员合会，要有投票的动作，所以呢，尽量能够在4楼先把它坐满坐齐了前面还有位置可以大家到前面来坐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还是有一种不能太挤的感觉，就可以坐边边一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有安心的，我们就坐在一起。还有我们圣歌队席我们一些同工还有长职同工、圣歌队同工都可以坐到圣歌队席那我们这个位置都能够很宽敞很顺畅。那我们前半段要举行礼拜，那后半段要举行我们的会员合会。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子兰执事。这时候我们用台语来做起应文，我们一起来起应。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多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唱出来。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车神人算什么？你又遐尼关心？土罪人算什么？你要遐尼照顾？你创造人，予伊比天使小看较低。你赐予王的荣光甲尊贵。
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感谢主，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为着即个美好的下早时啊，你所分别出来的圣日，为着阮会当搁一摆同心聚集伫你的圣殿内底。主啊，阮的心充满无限的感恩，阮要做伙将阮的敬拜、阮的娱乐献伫你荣耀的宝座头前，求主你来悦纳。主啊，今仔日小等的好会当中，阮要拣出2位长老、7位执事。主啊，求你的圣神亲自启示阮每一个人的心，通互阮会当按照着阮受圣神感动的心来选举，安尼会当为着教会来选出合上帝你心意的长职。主耶稣，阮学了你，因为你，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洁净。主耶稣，阮学了你，因为你，阮的罪得到赦免。求主，互阮每一天拢会当领受圣神的大气力，每一天会当更新阮家己的生命。主啊，你帮助阮，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朝着标杆直跑。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你自己的计划和恩典。主耶稣，你呼召我们，使我们的灵命更新有能力。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你的呼召是要让我们得人如得鱼。主啊，你呼召我们是要打美好的仗，为主抢救灵魂。亲爱的天父，求你复兴我们的富强教会，因为阮是一群予主呼召的人。主啊，求你带领阮每一个人，拢成做有预备、有见识、忠心的好管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重天国的价值跟真理。主，你帮助我们了解好管家是应该担负努力倍增的使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个人不再只是以自己的事为念，而是能够按照主耶稣的圣召，认真的看待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见识、有准备的门徒。哈利路亚，天父，愿我们的教会复兴，愿我们每一位门徒复兴，愿富强教会的复兴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甚愿富强教会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求你阿罗，叫我祈祷，你的家里将你救赎，我那所求，哈利之意，管理言文。主主的阿门。我们现在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我们先用台语，我来念。
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3章22到24节。做努力的，着逐项代志顺服世上的主人，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才伫因面前安尼做，是因为敬畏主，诚心做。恁无论做啥物，着尽心做，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做。着知主会互恁报赏，互恁对伊得到产业。恁的服侍，恁得服侍的是主基督。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咱着感谢，因为咱有得到迄个未受摇动的国度，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用国语一起来诵读《哥罗西书》3章22到2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奴仆的，你们要事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做给主人看，讨他们的喜欢，而是出于真心诚意。因为你们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要知道，主会把他为自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要为了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感恩，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接下来，我们要把圣歌队的影音，他们献的曲目诗篇23篇来献给上帝。
咱是要请夏牧师来为咱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尊贵圣职，感恩服侍。我们请夏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国台语堂一起集合在一起。我们一年大概有2-3次的时间是联合聚会哈。那我想在我们长老教会，特别是富强教会，我们已经慢慢习惯牧师要用国语跟台语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当然我们有比较熟悉的语言，大概一般人喜欢听华语哈，咱较长辈爱听台语，所以咱即嘛该学这个主言语啦哈。但我也知道说，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说是新来的，或是他年纪比较大，大概2种语言要交换会有一点困难，特别是圣经信仰的话语哈。不过请大家都能够彼此包容接纳哈。我记得之前牧师在高雄牧会的时候，那个是盐城，是一个老市区哈。那个时代呢，因为有很多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大概因为那个盐城区那个时阵是市政府底下，所以很多公务人员、港务局的人员哈，他是咱所讲的外省人哈，但是他是基督徒啊。迄阵也无国语的礼拜堂所以因就来参加聚会，当时也没有翻译啦哈。但是就看到这一些长辈哈，现在有的也就已经离世了，因就来参加礼拜台语听无，伊嘛参加甲欢喜甲哈。为什么呢？有心敬拜神哈，语言不是隔阂啦，是因为你对神的一种敬仰特别是透过音乐跟祷告。好，那这个是牧师一个开场，是要勉励大家，我们不同的语言，但是不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第二个就是感谢主哈，咱今天这边举行会员合会，我们前2-3个礼拜就是一直动员哈我们的小组长非常的辛苦，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联络，因为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要邀集至少我们会员的一半，会员的一半，咱才会当成会哈。感谢主，今天来了好多弟兄姐妹，真的神恩待我们呐哈。我们台湾的疫情呢，已经连续2-3个礼拜哈，有偶尔1-2次讲有确诊呢。这种确诊拢是因为要出国去验到的啦哈。在平常在生活上大概都没问题，而且咱中间大概住过迄个2遍有风社已经足多啊吼，所以这也互咱感觉心较平安。即马去饭店、餐厅拢无咧隔房安尼吼。所以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会员合会都能按照我们平常习惯的方式。本来咱小会在考虑讲要安怎分流呢吼。分流轮流来投票吼，迄就用足侪功夫吼。拄则咱嘛有看到咱的圣歌队咧献诗，感觉讲足好听的音乐吼。咱期待啦，因12月开始吼，要搁恢复现场唱吼。你知影咱吼伫咧电视看迄个歌唱吼，甲去现场参加无啥相像，还是不一样啦吼。所以你看即摆有一寡迄个歌手咧办迄个什么小巨蛋的演唱会一票难求诶。重点是在于说，因为人是活的，不是透过这个冰冷的影像，而是大家一起聚集，那种声音、那种动作、那种表情这个是人类基本的感情啦。期待我们因为今天的会员合会，我们就慢慢恢复到我们正常很热络。2堂礼拜，弟兄姐妹都回到神的家，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是永远让我们渴慕的。愿神恩待我们。那今天我们要举行会员合会，牧师要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再复习一下圣职的观念尊贵的圣职，每一个服侍圣职的人
就是用感恩来服侍哈。那经文刚刚我们国台语都念过了啦哈，牧师也有简短的分享，希望不只是勉励今天要受选的长老跟执事，也包括每一位服侍者。对圣职的敬畏，首先是让我想到说，我们台湾慢慢都已经走入这个证照的制度证照每一个职场拢先问讲你有执照无？你有证照无？开车要有开车的执照，咱做这较专业人员，医生、护士、律师，通通都要。现在连厨房也要。连照顾小孩子的，就是婴儿照顾，你嘛爱。我们要到医院里面，包括当看护都要。那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对这个职场的一个尊重，还有看重，不是随便想要做就做，就是我要受过装备。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今天更容易去看见说，那你教会做长老执事，我们常常有一个就是说观念，认为说这个是志工的性质嘛，不是领薪水的嘛，所以凊彩啦，有参加就好啊，其实是大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是不领薪水的，那才更重要。今天那个义务的职分、志工的职分，那是超越薪水的一个价钱，而是得到那个无上的祝福跟荣耀，那个部分才是我们今天对圣职的观念所以呢，这让我想到说，不只是证照了很多弟兄姐妹去日本佚佗有些去参观人的日本茶道的示范看到迄个茶道的师傅穿足整齐、足好势，跪伫迄个榻榻米顶悬每一道上茶的动作都是安尼慢慢来，动作很精准安尼，然后等一困一杯细甲杯的茶，讲来请你啉安尼，咱足侪人紧急的讲安尼为了啉杯茶就喙打死安尼大家都有那种观念但是深入有知道日本文化的人知道说，茶道不只是喝那一杯好茶，茶道是在操练你的身心，在训练你一个忍耐的功夫所以遐日本的茶师嘛是足重要，伊就是伊爱经过足久的历练，才会当出道呢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台湾很注重那个饮食了现在厨师也非常尽职。现在每一个厨师，他为了让他的所出的每一道菜都能够被顾客欣赏，甚至现在都还包括米其林的那个星级的，都要一个一个去检验所以以前台湾已经离开了早前讲吃粗饱迄种观念啦都有通吃就好还有人去想有的无的，即嘛是每一道菜出来色香味，包括感觉、观感拢是安尼上介水、上介好的所以这些厨师呢，他们要用尽办法、用尽心力，准备出一道菜，让人家来享受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进展早期有通好食你就感谢即嘛毋是食爱搁食好，搁食卡搁食了感觉足爽快，心情足好安尼这就是我有想到讲捌伫分享的中间捌讲过讲是贴砖仔头甲起圣殿的故事啦。这个小故事大家听过，就是说有一个都市的一个角落，一个很大的工地，那有师傅在那边砌砖头，那有游客经过拢会好奇因为咱哪一个所在要起物件，拢会甲问讲这个是要起啥货？
比如咱迄阵咧去大概迄个南纺梦时代，大家嘛看哦，这间去遐大是要创啥吼？你也关心嘛吼。然后游客就问其中一个师傅说：“师傅啊，你伫遮咧创啥？咧做这是什么？”那个师傅哦，大概心情不好，可能昨天没睡好，他就很生气说：“你免加问诶，我怎唔知我伫遮咧贴砖啊头，贴砖啊安尼，贴讲了安尼足无爽快，回答足无爽快。”然后那个顾客就是那个游客就安尼。佫去问另外一个，就问另外一位说：“哎呀，你是咧创啥？”伊讲：“无啦，我着工头吼，阮的领班吼，叫我甲即道墙甲起互水安尼啦吼，我着伫遮咧趁食安尼吼。讲起来就较无遐尼歹声扫的对啦吼。但是还没有讲到底这间要盖什么啊吼所以这个游客又去问另外在边边一个师傅。师傅啊，你们在这边盖的这一栋是什么样的房子啊？那个师傅就不一样了，他赶快把手上的脏的沙土擦一擦，安尼。讲哦，你问到人啊我咧讲我咧参与起一间伟大的圣殿呢，你敢知？这间圣殿起好就是万人拢要来敬拜上帝要来荣耀主。我感觉起一座圣殿我感觉足荣耀的，足有参与感的后摆若起好，你都爱来安尼。那我们讲这个小故事的意思是说，其实3个工人都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心态不一样，他做事情的感觉就不一样，他做事情的认真度也不一样。也许第一个师傅那更较无好势工头改石头咯，讲你在做这，看你也无心情遐歹，看你心情遐歹安尼那同样做一件事情，你对事情的解释就不一样，那你认真的程度就不一样。我之前听到参加一个长老老长老过世大家去参加的时候听到牧师在对这个长老的一个感动的说这个感谢的话。他说：“这个长老呢，跟他的家人，从开始参加教会服事，他们就是一板一眼，非常的重视每一件交托的事情，他就是用心准备到好，对相关的圣职非常慎重，非常重视，不马虎，不会安尼不要不紧安尼。这个老长老伊的态度影响到伊的子孙，大家人伫教会嘛是安尼足照起工的袂随随便便、清清彩彩，感觉有也好，无也好安尼。后来伊这个长老一个后生去做牧师啦，是阮熟识的朋友。那表示说，一个人他虽然在职场上、在社会有很好的工作，受人尊敬，但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所做服事的态度，也让教会的人更加的敬畏，因为那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社会的名誉，是为了敬畏神。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2段经文所分享的哥罗西书第3章22到24节，他的教导。这段经文里面有几项重要跟我们提醒。第一个，他说所有的人工作他就是出于真心诚意敬畏主，诚心是你敬畏主甚至伊有讲起就做奴隶就对啦奴隶当然爱顺服主人，因为你无听你就真歹过日嘛。但是讲咱为主做工更较着安尼诚心实意来做，所以诚心敬畏主，这是头一个态度。第二，无论做什么代志，拢都要专心一意就对了要专心一意的来认真来做。那表示说，我们在职场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同样是这样子。我印象真深，我伫咱2-3礼拜前来咱教会讲道这个陈南州牧师的太太陈南州牧师伫咱教会的会友啦伊即马搁伫咱家
伊吼，伫台南西人医的宿舍，牧师迄个时阵，捌几啊摆拢去因兜，我就看见伊的墙壁吼，放了一个图画，上面写了一段字，陈牧师讲，迄是他的一生的座右铭啦。我看完了都一直记在心里面，讲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教导跟学习。他说哈，这是米开朗基罗的名言。米开朗基罗这个画家哈，那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出名的画家，他说：小事使事情完美，小代志哈会让这件事足完美的。完美不是小事，这个话有点绕口哈。小事使事情完美，完美不是小事。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工作者，职场的工作者，他因为注重细节、注重小事，就会让一件事情完美。那既然是完美，就不是小事啦。换句话说，你的着眼点是从小事情去着手，而不是在人家面前看得到的，哇，很显露的部分，你才觉得很风光。那些在底层、在背后，你注意到那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哥罗西斯的强调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专心一意。他的态度，一个出发点的态度是什么样呢？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是为主来工作，不是为了人，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为人可能说，我为了得到上司长官的赏识，可能会升官，可能会领更多的薪水，或是红利，或是奖金。但是他说是为主工作，为主工作就已经超越物质的层次了，是一种完全内心的投射，希望得到神的祝福，那就是为神工作。然后这个哥罗西书他就很清楚的回答了我们，他说这个是要怎么样？上帝会把他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下来。这是保罗在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很大的肯定。他说，你们做什么事情是为主来做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好像空空白白的做了，好像做了没什么结果，不要这么想。我们传福音，我们在教会做每一件事情，请记得你是为神而做，不是为牧师，也不是为长老。那这样你会发现说，看起来好像完全看不见什么样的马上物质的回馈，但其实神他说为自己子民所保存下来的，要赏赐下来。因为这一次我们为了召集会友来参加会员合会，因为我们照法规不能低于会员数目的半数，所以我们就发动所有的小组长、所有的领袖呢，关心每一位弟兄姐妹，邀请他来参加今天的聚会。如果不能来，也要请假，因为有一个法规它的一个弹性运用，就是说，如果你算正式请假，也可以暂时把名单稍微做一点整理，让他能够会员数能够达到标准这样子。那我们就有区长很感动说，这段疫情已经半年了我们的小组长不是比较空闲我们的领袖不是很空闲，反而更热心为主工作。因为大家不能天天每一个礼拜见面嘛，所以就用网络啦、用视讯啦、用电话啦，大家一直联络。有的小组长几乎每天就写一段祷告文，跟这每一个小组员一起分享祷告事项，每一个组员他的动态都在网络上分享。所以可以说，虽然疫情阻隔了我们平常聚集的时刻，但是我们这些小组长他们用尽心意，就是为了要照顾、关心每一位我们的组员。甚至有的组员因为生病住院不能去探访怎么办？那就要用尽各种办法跟他们联系，甚至除了
很营养的食物，让他能够补充体力。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呢，是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因为没有人看见。所以保罗最后勉励弟兄姐妹说：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你侍奉你的头家是主耶稣啦，你的主人你的老板是主耶稣啦。咱教会真侪兄弟在做事业，拢嘛讲当处长就是上帝。是的，没错。既然上帝是董事长，那我们就不能太随便啦，就钦差怠惰不行，是因为我们是为主工作的为主工作所要的就是完全的委身，让神从天上赐下恩典跟福气。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态度，希伯来书12章28节这样给我们提醒它只有一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要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来努力的。你认为不能震动的国度听起来开始很抽象那若听起来就知影，那个国度是袂颠当一，表示讲它是永恒的，是永久的，不受人的力量能改变的。咱知影讲这个世界有时定有政变，你敢知？较早古代的时候是有那个王朝被推翻了啦。变成平民了。前不久，公视又播了一出那个20几年前的电影，叫做这个清朝那个末代的君王，最后一个国王叫溥仪原来是清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但是后来因为被中华民国革命了，伊就变做平民了到最后来又被共产党统治的时候，流落到监狱里面。有一些人的权力所建立的国度是会崩溃的，是会瓦解的，是会衰弱的。但是神的国度是不能震动的。所以弟兄姐妹，咱今天要选出2个长老、7个执事，当咱的态度知影讲，这个不是人的组织，而是选出适合神所呼召的他的仆人，是为了服务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影响的角度，我参加1分，我出1份力，这个影响的角度就是恩典的角度，是受祝福的角度。所以圣经就这样说，我们要按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他所喜悦，用虔诚的心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姐妹，担任圣职足难得啦，是足重要的事。因为这种报赏是自己跟上帝那至高无上的属灵的关系，不是用物质来交换的，而是神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所赏赐下来的。所以这个报赏是无价的，是上帝把自己所子民所保存的赏赐下来，是不能震动的国度。最后牧师要分享说，这个尊贵的圣食，它不是一个荣誉，或是一种属灵上的高度，更重要是要感恩服事。感恩服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它说这个是义务的这是安尼无下类无薪水的，所以凊彩就好，不是。因为这个圣职就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的老板是神，我们的服事是主耶稣，所以佫袂使凊彩咧。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在职万职，对无？也是讲一年换几啊360个头家安尼，表示讲你对这个工作你都无尽心也是讲我都为着领薪水吃饱就好安尼。但是请会记得，长职就是要专业的服事。他因为是荣誉职，才是更尊贵。所以咱的位阶，不是讲我伫社会的工作我都互人请来做我经理也好，我做一个股长、一个组长，也是一个部长，我都爱认真。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profession，profession。咱这台湾拢讲干了讲这足 pro 的足 pro 的安尼
pro 是讲表示足专业的就对了哈。但是我期待我们教会的长子也是很 pro。他原来原意不是指职业而已哈，好，他现在这个意思，我讲啊，那你的 profession 是啥货啊？你职业，你的专职是什么？他原先的原意是指受过某种特殊教育训练、从事某种工作的专业人员。换句话说，你是很专职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从西方的传统哈，咱知影讲对西方开始，医生、律师，包括牧师，拢爱穿制服啦。啊，咱是讲啊，安尼较容易辨识。咱若去到病院看到医生穿迄领白衫吼，有两种心情，一种是讲的白袍恐惧症，有无？有人看到血都怎关起来？啊，迄毋是伊其他的啦。啊，毋过咱看到医生讲哦，穿到这白衫，就心肝平安啊！讲啊，安尼我这病吼，有人专业的甲我照顾，安尼吼。啊，咱律师要上法庭吼，拢爱穿制服，因为表示他的专业，包括牧师。啊，咱利用一个看到牧师穿这领吼，看起来是简单吼。啊，最后较上大的明显是牧师在上面有一个白白的，哈，一个叫做卡啦，安尼吼。啊，咱问了就讲哦，好像做牧师足请样的，佮穿安尼吼。其实他原先的意思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哈，加尔文是咱的定义咱长老教会的一个开创的始祖了。当时他就要求所有圣职人员哈，穿当时在瑞士最普通，因为颜色哈不用染色黑色的衣服，而且上面挂一个白白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要当圣职人员的牧师，时时提醒自己，不是你有多高贵，你有多圣洁，是因为上帝的圣洁让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来服侍主。所以意思讲，穿上这件衣服就是要谦卑的意思啦。啊，表示你是专职来服侍神的，不能随随便便。啊，所以这一些早期的医师、律师、牧师穿制服，是不是代表他们高贵，而是提醒他们是从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说，你做事情哈，不是为了利益哦，哈，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请会记得你是在替上帝工作，包括医师，包括律师，你要主持公义，你要救人，啊，这些都是一种在为神工作，代表神工作。所以他们在受职前面哈，受职以前啦，受职什么意思呢？就讲要受职以前，拢会宣誓，对吧？哈，咱医生、护士、牧师、哈律师拢会宣誓，就知影讲，这是伫上帝面前吼，看重这个职分就对啦。当然后来咱足侪其他的行业嘛，拢有在宣誓吼。你也知影讲，咱长老初任要做长老，拢爱换手。啊，这毋是一个仪式啦，定是表示讲，这个职分你看足重要，是伫上帝面前吼，安尼袂当凊菜安尼。那我们说，这个专业的态度运用在教会的礼拜跟各项服事，也表现在献祭的服事上面。伫咱旧约最后一本册叫做《马拉基》哈，马拉基书哈，伊一段经文就是写到伊咧挑战祭司甲先知的职分的问题。马拉基书1章60到2章90这段，当时旧约的先知马拉基哈，因为迄阵哈，以色列人的社会拢已经混乱起啊，哈，无啥咧敬畏上帝。啊，所以呢，伊就指责讲，对当时的祭司吼变端，啊，无照起工来指责吼。1章60安尼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对祭司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怎么不尊敬我呢？”哇，你每届祭司讲吼，人囝都会尊敬老爸咧吼，啊，奴仆尊敬主人，啊，恁拢无尊敬上帝。安尼实在是足大的指责，对不对？伊讲我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怎样不敬畏我呢？你们藐视我，还问我们怎么藐视你呢？意思讲家己无尊敬，啊，佫会佮家己辩解就对了吼。1章10节说，上主万军的统帅说：“我多么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使你们不能在我的祭坛上点没用的火。
我不喜欢你们，也不接受你们献给我的祭物。你看，上帝无介意这个祭司献的物，安尼就可怜啊。意思讲，人家话讲啊，你做的上帝无甲你领受啦，无甲你看在内啦。尊贵的圣职，是因为你心中把它看成很重要，它就尊贵。啊，你也看啊，不值一物，你就感觉讲啊，这个代志无重要。我真期待，咱要受选的中级，会讲把这个尊贵的职务看成比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更重要。马拉基时代的祭司啊，在他的关键性的地位上，没有尽他的本分，逐桥的职分，带领人亲近上帝，将上帝的祝福分享出来。这个伊甲上帝的关系伊接无好，啊，互这个百姓默受就对了他们对自我职分的不敬重，专业认知不足，而且筑一道墙隔开上帝跟百姓，人民就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失去对上帝敬畏，敬虔草率，看轻奉献，失去生命的平安。所以咱会上注意马拉基，伊会讲到这点，讲11奉献对吧？其实马拉基讲这个话是有重点的，伊是知影讲，当时恁拢无咧敬畏，所以恁做的事上帝无欢喜，所以我们在讲重新恢复那个11奉献对神的一个敬重。所以呢，先知马拉基的指责是提醒我们要敬重自己的服事的职分，将它专业化，才能从自己的服事中利益自己以及利益所服事的人。弟兄姐妹，我期待我们新选出来的长老跟执事也用这种态度看重自己的职分，因为这个是要为不能震动的国度来服事，而且你所得到的报赏不是世间的价值，不是世间的那个物质，而是从神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福分得赏赐。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争取，而是求神怜悯，让我这个福分来服侍他。咱无像社会咧竞选，来哦，拿我一票，紧的哦，咱台湾社会贿选有够厉害啊我们不是，我们是说神啊，你怜悯，让我有这个机会服侍你，就是这种态度。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台语的信息啦台语的信息，我们要唱愿我为哪听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要唱第一节唱2次，我们一起来做祷告。379首，一起来唱。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你，哪有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我们再唱第一次，用祷告的心来唱第一节。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你，哪有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几项事情来祷告。头先第一项就是咱拄则所领受的圣经主的话，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无论我是做长老还是做执事，或是我是小组长，我是侍奉者，我是小组的同工，
求主让我看重我的服事，而且要把它做到最专业，包括传福音，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的服事的老板是我们的主耶稣，求神是这样的能力跟信心，让我在服事上有成果。我们为自己，你自己服侍多一项，你个主讲主啊，我这项求主帮助我，让我荣耀你，让我将做一个无亏欠的主你的奴仆。第二，我们为今天的选举，能够神赐给我们最美好的长老跟执事，一起同工来服侍他，是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为教会中病痛的兄姐祷告，求神赐下医治，赐下平安。特别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工作、事业、生意受影响，求神让我们坚定的心依靠主，能得胜，能超越。你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敬畏的心，再一次在神面前跟神有美好的连结。我们为这些事情，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所以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和保守，你的圣心做工在阮中间，你的大能亲自束缚，保守阮做你的工，荣耀你的圣名。由你看顾阮大家人伫你面前，互阮看重阮家己服侍，因为主你是主人。阮要服侍你，阮无凊彩，阮无这个贫惰，阮无这个疏忽。愿你也保守阮。会当疫情中间，兄弟姊妹有拄着艰难的，求你亲自替因解决因的问题。阮求你享受平安伫阮众人的中间，也享受伊伫透放伫教会中病痛兄弟，求你的平安甲稳定享受伫因的身上。感谢罗你。慈悲的主管的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你所听的百姓。主管的教会大小逐项的服侍，拢是你所看作要紧的，求你帮助阮用尊贵的性质、感恩的服侍的心，甲主相同工。因为主你要亲自成就阮卑微的手所做的工，那是主你所欢喜、所应允。求你保守阮今仔日所要进行的临时会员好会，阮要选出的长老甲执事是主你所欢喜、主你所采用的。甲阮做伙同工服侍你的圣国，这个袂震动的国度。主，阮求你保守教会中病痛兄弟。主啊，因有的年老、软弱、软性，有的伫病院接受治疗，有的因为病症，还佫伫厝内咧静养。主啊，求你施落你的医治，透放夫妻甲人民平安伫因的中间。看去上帝你的荣耀，你的透放。你的治疗拢伫因的身上，感谢你，互阮三甲组织作为领受这个恩典，互阮看重这个恩典，知影你要甲阮同在。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疫情过了，大家人搁伫主的面前热切服侍你。感谢你，享受阮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这个听书咱要先来进行奉献。奉献了后，咱就随时要来进行会员好会会员好会，咱伫咧分票收票中间，咱有让旁再来做报告，安尼时间较节省咱请所有兄弟姊妹，你毋通讲我都暗时会员我就要来等无一定啦请你留落来不要紧，一起参与我们这个会员和会，一起感受神的恩典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来主持奉献。我们一起奉献。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咱这时，咱来做伙来读咱本月的金句。咱先来读台语。咱做伙来读：勇行是少年人的阳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今年20章29节。咱搁读一遍，勇行是少年人的阳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箴言20章19节。我们用国语再来背诵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我们看周报的最后一页最下方。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再一次，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临时会员合会，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好，谢谢。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头一次我们又恢复到以前那个老街聚集的场面哈，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做点名算人数的动作。那我们原则上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播哈。那底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选举我们就不直播了哈。我们就请同工在适当的时间。牧师宣布开会，我们就开始结束哈。好，牧师做一个先前的报告，马上就要进行哈。第一个，我们因为楼上跟楼下人数都蛮齐全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动。